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番薯哥投資備忘錄。大家好啊，我係番薯哥。咁咧就呢一集咧係股票長線投資系列嘅第二集啦。咁咧繼承翻上一集所講嘅咧，今集咧我哋會講如果你想從事股票一個長線嘅投資，咁點樣可以避免摸頂入市咧？咁樣，咁我哋呢集咧會簡單探討下呢樣嘢嘅。好啦，咁大家如果有睇上一集嘅，可能都認得呢個圖啦。咁上一集我就介紹Howard Marks 呢個大師啦。咁佢係價值投資嘅大師嚟嘅。咁如果有啲朋友如果冇睇翻上一集，可以之後睇翻啦。咁樣，咁大家可以集中留意翻啦，呢一個圖係啦。咁咧其實咧，我上集都有講啦。其實咧，我哋做股票長線投資咧，呢一個圖呢個 concept 呢個印象咧，要印喺你個腦海裏面嘅吓。因為點解咧？其實就係你去揀時機去買股票咧，其實就係好簡單。其實你就係應該喺呢個紅色圈咗嘅地方去買入股票。咁就喺紫色圈咗嘅地方，你就唔好再從事任何買入嘅動作啦。如果你好彩喺呢啲紅色圈低位買咗嘅，其實喺呢啲情況咧，如果你判斷個市係去到呢啲位咧，其實係應該係去酌量減持，甚至乎係清倉嘅，然後再去等下一個週期底去買入股票嘅。咁其實呢個都係即係 echo 翻股神巴菲特所講嘅，就係別人恐懼我貪婪係嘛？別人貪婪咧，我就恐懼呢樣嘢。咁不過Howard Marks 咧，其實就係用一個清晰啲嘅講法去解說，去講得清楚啲咁樣。咁換言之咧，咁呢一集咧，我就首先想講咧，其實我哋一般人咧點樣可以避免咧喺呢個時候唔好瞓身走去入市啊。其實呢個係第一步係好重要嘅嘢。咁今集個內容就主要係講我哋點樣可以喺呢個週期股市去到呢啲咁嘅瘋狂或者係好亢奮嘅週期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保持冷靜？點樣可以保留資金去等到一個低位去入市咧？咁樣咁今集會講呢樣嘢嘅。咁同埋都補充下啦，呢一個咁嘅圖咧，其實就唔係。大家唔好認為佢係淨係一個反映股價嘅一個圖，其實咧佢可以反映咗幾樣嘢嘅。因為根據 Howard Marks 講咧，其實股價嘅表現其實係反映咗背後，第一就係投資者嘅情緒啦，即係好似我右手邊呢一張圖所講啦，投資者嘅情緒由樂觀亢奮，然後諗住冇得輸啦，瞓身入市啊，點知跟住個股市跌咗落嚟，跟住開始有懷疑啦、驚啦，跟住去到恐懼啦，然後去到絕望嘅時候咧，可能就喺低位度放晒啲股票咁樣。咁其實呢個股價表現係由投資者嘅心理去 driven 出嚟嘅，去反映出嚟嘅。咁另一方面亦都可以係一個估值嘅反應啦。即係我相信大家有聽過 PE 噶啦吓，咁即係一個好常用我嚟衡量估值嘅方法啦。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 PE 嘅高低嘅反應嚟嘅。喺呢啲地方個股市或者係股票，佢個 PE 咧相對會喺高位，呢啲咧就會相對喺個低位度吓。咁就所以呢個周期咧，呢個周期其實可以係好多嘢嘅周期嘅。咁除此之外，仲可以係順態嘅周期啦，即係話喺呢啲個市好嘅時候牛市嘅時候，咁啲公司或者個人都會大幅去舉債。個人投資者就可能借錢去炒股票啦，係嘛？借私人貸款去炒股票啦。公司亦都積極去擴張啦，因為樂觀啊嘛，對個市樂觀啊嘛，咁會去進取啲嘅。咁所以呢個亦都可以係反映一個順態嘅周期嘅吓。咁所以呢個 cycle 咧唔係淨係講股票噶，或者股價嘅。咁好啦，首先同大家講其中一樣咧，亦都係最 common 嘅啦，就係話我哋點樣避免摸頂入市咧？其實其中一個比較客觀同埋嘅參考咧，就係用恒指嘅市盈率。
恒指嘅市盈率係一個客觀數字嚟嘅。其實你大家如果喺網上揾咧，其實應該都可以揾到好多年啦。我諗起碼20年嘅歷年恒指個市盈率咧係可以揾到出嚟嘅。咁啊，大家睇睇呢幅圖啦嚇，我是但喺網上揾嘅啫。咁其實大家望一望咧，佢將過去幾廿年咧恒指嘅市盈率就破咗張圖。咁啊，圈咗個地方咧就係一啲高低位嚟嘅。咁其實咧，大家可以睇到咧，原來係股市嘅高低位咧，如果你攤長線去睇咧，其實係有跡可尋嘅喎。譬如好似呢度咁樣樣，大家見唔見到？其實嗰個作者都畫咗條線啦嚇。下面條線就係10倍市盈率啦，上面條線就係大概20倍市盈率啦。咁咧，發現一樣嘢就係話，通常以往幾十年恒生指數見頂嘅時候咧，多數都係喺20倍市盈率以上嘅。咁當然除咗最近呢一次之外，2018年就未到嘅。咁但係過往多數都係。咁而下面咧亦都，而低位咧亦都有相似嘅 pattern 嘅。有相似嘅 pattern 就係話，通常咧低位都係出現喺10倍市盈率以下出現嘅。咁呢個其實俾到我哋一個起碼心目中有條大數，就係話如果恒生指數升過某一個市盈率嘅高位嘅話，或者低過某一個高位嘅話咧，其實佢就有機會會見底或者見頂啦。咁當然啦，次次見頂同見底嘅市盈率個高低都有少少唔同嘅。譬如你見呢一個咧，係去到我諗係差唔多去到28倍、29倍市盈率嘅，即係喺2000年嗰次係好犀利嘅。咁但係咧，嚟緊唔係應該係唔好意思啊，呢個係18年咧，即係對上一次頂位咧，其實咧係大概去到18倍市盈率到嘅啫。咁呢個所以市盈率咧係可以俾我哋一個參考。咁但係咧，如果你單憑市盈率咧，其實你就判斷唔到咧，你係幾時要可以入市嘅，或者幾時要走嘅。咁一陣間咧，我會解釋點解嘅。嗱，呢個就另外一張圖啦。咁由於我今日就唔係講低位啦，咁所以我就唔詳細講啦。咁但係補充少少，頭先講過話，通常18倍至20倍以上嘅就係恒指見頂嘅市盈率嚟噶嘛。咁見底咧，其實咧就係你都見到啦，俾個實呢個有條呢個表咧，就係俾個實數大家，就係話通常咧10倍以下咧係有機會見頂見底嘅。咁呢度都推薦大家去用一個免費嘅網站啦。我自己本人咧，我要去 check 現在恒指個市盈率，我都會用呢個網站嘅。咁呢個網站就係分析之師 Analyst.HK。咁佢提供有一個圖咧，係一個互動圖表嚟嘅，你可以揀唔同嘅時段。咁佢嗰個圖表嘅形式咧，係 show 咗咧恒指而家嘅市盈率啦，同埋恒生指數嘅關係。咁我覺得非常之好用噶呢個圖，即係一個免費得嚟，你又可以大概即時可以好簡單撳一撳就睇到而家港股市場係處於一個算係偏平啦，定係偏貴嘅階段啦，咁樣吓。咁我推薦大家用嘅吓。咁我喺段片下面個內容我都會或者我 post 翻一條 link 出嚟啦，咁大家可以參考啦，咁樣。咁我哋參考市盈率嘅高低咧，其實就我哋可以大概估計到個股票市場而家係會唔會去到一啲警戒區啦，例如頭先我講啦，18至20倍以上或者係10倍以下嘅市盈率。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以往嘅數據咧，你係唔會確實知道咧佢幾時先至真係見底嘅。咁因為好老實講，10倍以下9倍又係平。8倍又係平，7倍又係平，係嘛？如果你喺9.5倍度買入咗，其實跌到7倍市盈率咧，其實都跌咗好多，你都會個賬面損失好大。咁同樣升市都係啦，如果你揸住貨嘅，如果你去到18倍就放嘅，乜都唔理啦，去到18倍市盈率就放嘅，其實你可能咧會錯失咗最後好燦爛嘅一個升浪咁樣。咁所以咧，我咧就會用另外一啲方法去輔助我咧，係去判斷一個比較好啲嘅出入市時機啦。
咁啊，當然呢個都唔係100%嘅，只不過一個輔助。咁但係我認為咧，係根據我以往嘅經驗咧，係可以增加到一啲勝算嘅。咁啊，大家望一望呢張圖啦。咁其實上一集我都有 show 過俾大家睇啦。嗱，呢兩個箭嘴咧，就係頭先咧，我指出嚟係一個浪頂，即係牛市頂部嘅一個箭嘴啦。紫色呢個咧就係2008年嗰一次，紅色呢一個咧就係2018年呢一次。咁啊，2008年嗰次咧，大家記得我頭先所講啦，其實佢嘅市盈率係去到27、28倍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你去到假設你 set 咗同自己講，我升到20倍市盈率，我就沽晒佢啦咁樣。咁可能咧呢一段咁勁嘅升浪咧，你係享受唔到嘅嚇。咁啊有呢個問題嘅。咁同樣地呢次都係啦，雖然呢一次咧就其實啱啱好 marginal 嘅，去到17點幾18倍咁樣嚇，咁所以咧就基於市盈率咧係唔能夠俾我哋話俾我哋聽幾時真係出入咧，咁我就用另外一個方法嘅。另外一個方法就係話咧嗱，因為我哋係呢集講嘅嘢全部都係講長線投資嘅嘢啦。咁所以咧，我開個股票圖表咧，我係會用月線圖去睇嘅，因為月線圖咧就比起日常你哋大家接觸到嘅日線圖咧，會少咗好多 noise 嘅。特別係你想象下啦，如果係去到接近一個牛市嘅頂部咧，其實無論啲股票或者個市都好咧，其實最後尾嗰段咧，通常都係越升越勁嘅。即係話咧，你喺月線圖咧，你會見到咧，係一個急升嘅狀態。嗱，咁其實2008年係最明顯噶啦，係一個拋物線急升嘅狀態。大家見唔見到之前啲陽燭咧係冇咁犀利嘅，即係話嗰個月份咧唔係升得好多，但係咧之後嗰3個月咧，你睇下係扯上去嘅，越升越勁。咁啊，08年就冇咁癲嘅，18年咧就冇咁癲嘅吓。大家見到係最後嗰個月咧就有一支大陽燭嘅啫。咁咧，我講咁耐，其實想講乜嘢咧？就係話咧，大家要留意就係話，牛市嘅尾段通常都有呢個情況，就係第一個股價係拋物線咁樣上啦，呢個係第一個 signal 嚟嘅。第二個 signal 就係話，當佢真係見頂嘅話咧，咁啊最近2次都不約而同係啊，佢就係一支陽燭搭一支陰燭，好似一條孖潤腸咁嘅形態嘅，大家見到，無論係08年嗰次、18年嗰次都有接近嘅形態。咁呢個形態咧，當然我唔敢講話每次都係咁樣出呢個形態。咁但係呢個係一個過去2次都係有嘅一個形態嚟嘅。而我認為咧，如果你將張圖係用月線圖去睇嘅話咧，出現呢啲咁嘅形態咧，係真係要小心啦。係絕對咧值得咧，如果你揸重貨嘅話咧，係應該減持或者係沽晒佢嘅，因為呢個好有機會咧就係一個股市一個浪頂位嚟嘅。咁其實我講緊呢啲就係用呢個candlesticks 嘅，即係陰陽燭嘅形態去輔助我去幾時去判斷啦咁樣。其實頭先我所講嗰兩個頂咧，就係類似呢個所謂嘅 engulfing 嘅形態啦，即係中文我唔知啊，可能係叫吞噬式嘅形態啦吓。咁啊，除此呢個之外咧，其實我仲會睇多個嘅。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叫 Morning Star 或者 Evening Star 嘅形態啦。咁我個人認為咧，呢兩種pattern 咧係比較成數高嘅，即係比較可信嘅一個轉向 pattern 嚟嘅。特別係如果你應用喺一啲恒生指數、一啲藍籌股，又或者一啲有實在價值嘅資產、傳統嘅資產股，如果你配合埋月線、長線去睇嘅話咧，如果都出現呢啲 pattern 咧，咁咧就其實個可信性係幾高下嘅。咁啊，當然啦，其實 candlestick pattern 咧，其實就大家如果上網睇睇咧，就當然唔止係呢兩種啦，係咪？其實有好多嘅，咁但係只不過我個人嘅經驗咧，我認為咧Morning Star、Evening Star 同埋嗰個 engulfing 嘅 pattern 咧，係如果你想要捉一個股市嘅浪頂浪底咧，係比較一個可參考嘅工具嚟嘅。
但係咧，你可能話啦，你可能話喂，番薯哥，其實圖表嘅嘢次次都有啲唔同噶噃，即係個市場唔會簡單重複噶嘛，係咪？啱嘅。咁所以咧，除咗頭先所講嘅睇估值、睇恒指嘅 PE，睇圖表之外咧，其實咧仲有第三個面向咧，大家要留意嘅，係啦。咁咧就係咧，我哋其實係要做投資咧，要學一樣嘢，就係要去即係為個市場嘅氣氛去把下脈嘅，即係睇下個市場咧有冇過熱。其實咧就唔係咁難睇嘅，不過當然呢樣嘢咧係即係相對地圖表啊、估值啊呢啲係啲抽象嘅嘢嚟嘅。大家即係要做得到咧，其實係要大家去學識抽離啦，去觀察多啲啦咁樣。咁但係都當然亦都有啲蛛絲馬跡嘅，咁有啲亦都係即係有啲亦都係家傳戶曉噶啦。譬如你見到你身邊嘅朋友咁樣啊，可能平時都唔係同你講股票、講投資嘅，平時可能同你講開漫畫啊、講開電影啊、講開打機啊咁樣，突然間咧同你講話買股票咁樣。呢樣嘢就係一個 signal 啦吓。以前咧，大家見到以前好似張相咁樣，就會係好易見嘅，因為以前咧啲人咧係會湧晒去股票行度咁樣喺度睇報價機咁樣嘅。股市熾熱咧就好易睇到嘅。而家年代唔同咗啦，就而家買股票都唔使出面係嘛，唔使 walk 去分行嘅，就喺個 apps 度用軟件買就得噶啦。咁所以呢個現象就未必會睇得到。另外一個可以衡量嘅方法就係留意下傳媒啦。其實傳媒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指標嚟嘅。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大家唔知有冇發現咧，就係話個股市當升咗一大截嘅時候咧，傳媒咧某程度上咧就會報喜噶啦，開始咧就會報道一啲啲少年股神啊吓，咁唔知用幾多個月就唔知賺咗幾多錢啊，咁跟住嗰啲投資專家就話唔知睇幾多啊，6個月後睇恒指睇幾多點啊咁樣，即係會發表一啲好樂觀嘅言論。呢個唔係針對個別傳媒啊，亦都唔係針對個別嘅股評人啊嗰啲，只不過咧我係描述緊咧，即係一個現象就係傳媒某程度上就係咁樣嘅。即係咧你會發現咧佢即係所以點解話咧有啲前輩話咧，當啲股票見咗光見咗報之後咧，可能咧嗰隻股票就接近見頂或者接近炒完啦。咁其實就不無道理嘅，因為傳媒係要做新聞噶嘛，係咪？咁最吸引嘅新聞就係話俾讀者聽而家牛市重臨啦，明年恒指見唔知幾多萬點啦，要即係簡單啲嚟講，佢係 sell 緊啲乜嘢咧？就係同你講緊入市好趁手啦咁樣。咁呢啲先係最吸引到讀者嘅一樣嘢，所以永遠傳媒都係會有呢個操作嘅。咁所以咧，我哋作為投資者咧，大家如果記得翻嗰個圖咧，其實我哋係要做逆向嘅嘢嘅，即係話當個股市熾熱嘅時候，我哋係要保守一啲；當個股市悲觀，啲人個個唔講股票，唔買股票，你同佢講股票，佢黑你面啊咁樣。咁嗰陣時候咧，你就可以研究下啦咁樣。咁所以呢啲都係要觀察到，可以即係透過日常生活中啦去睇出嚟啦咁樣。最近呢幾年咧就多咗樣嘢啦，由於而家即係網絡時代啦嘛，係咪？唔會再係呢啲咁嘅情況噶啦嘛。咁咧就有啲係牽涉一啲WhatsApp 啊，或者一啲群組嘅股票騙局都出現埋啦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個因為股票熾熱嘅 signal 嚟嘅。因為如果唔熾熱嘅話咧，啲人係唔會落搭嘅。即係如果個市氣氛差嘅時候咧，你開個 group 話教人哋買股票，你都唔會有人入谷啦，係咪？咁所以種種樣嘢咧，就係呢啲就係幫我哋係對個市場去把脈嘅，話俾我哋知而家個市場係屬於喺個圖嘅邊一個方面，究竟而家係屬於一個熾熱嘅情況啊，定係而家係屬於一個悲觀嘅情況咧？咁我哋係要衡量
現在喺邊個位而去做一個部署嘅。咁啊，應該要係咁做㗎。即係如果你係長線投資股票嘅話，就好似頭先我喺段片度所講啦。第一樣嘢你可以用估值，用恒指 PE 去有一個初步嘅衡量啦。第二就係話可以用啲長線圖表去觀察下而家首先係咪一個拋物線上升嘅情況。如果係嘅，即係話股市好有機會係去到水尾啦，然後出現一個轉向嘅 pattern， 咁咧可能嗰個位咧就係做嘢嘅位嚟噶啦。第三，再配合埋觀察下市場同埋投資者嘅氣氛，睇下氣氛配唔配合。因為咧，其實有人講過咧，其實咧分析投資者情緒咧，其實係更加可靠嘅一個指標嚟嘅。因為點解咧？恒指 PE 好似我頭先所講，每次見頂其實都有少少唔同嘅個數字，見底亦都係。圖表亦都唔會每次都一樣嘅，老實講，每次都有少少唔同。咁變咗咧，你單憑睇嗰兩樣嘢咧，其實咧，你個勝算有，但係未必太高。咁但係有樣嘢似乎係大家好多人都同意係恆常都不變嘅，就係投資者人嘅情緒，咁亦都係人性啦。我哋成日講嘅投資係貪婪與恐懼嘅遊戲嚟噶嘛。咁其實牛熊市就係咩啫？牛熊市就係不停係一個貪婪與恐懼嘅循環，咁呢樣嘢係一定會喺個投資市場人嘅情緒度反映出嚟嘅。其實每次呢樣嘢都走唔甩嘅，咁反而可能係比起頭先我講嘅之前嗰兩個指標咧，係更加可靠。咁啊，好啦，都好長啦，都超過20分鐘啦。其實咧，今次我想講短啲嘅，咁都超過20分鐘。我下次咧嘗試再精簡少少啲片啦，希望唔好咁長。係啦，咁就暫時咧呢個系列都係講一啲股票長線投資嘅嘢啦。咁放心，我唔係淨係講呢啲嘅，唔係淨係講長線投資嘅。咁日後咧我會涉獵啲更加多嘅唔同嘅 topic 嘅。咁啊，希望大家留意我頻道啦，中意嘅希望大家like 我個頻道啦，share 俾朋友啦，訂閱我個頻道啦。咁日後如果有新嘅片咧，大家都會通知到大家去睇嘅。好，咁今集講到呢度先，多謝晒大家嘅收睇，拜拜。唔好意思啊，阻咗大家時間啊，有少少嘅更正嘅。因為喺頭先剛段片嗰度咧，我 show 過一張 slide 俾大家睇咧，就係往年恒生指數嘅市盈率嘅圖表啦，即係呢一張啦。咁咧，其實咧我係有兩個箭嘴噶嘛，大家記得一個紫色一個紅色啦。咁我當時段片咧，紅色個箭嘴係指咗喺呢個位嘅。咁其實呢個位咧就唔係2018年恒生指數個位嚟嘅。呢個係我係錯咗嘅，呢個咧係2010年嚟嘅。咁真正2018年個位咧，咁我 check 翻數據咧，其實咧2018年恒生指數見頂個市盈率咧大概係18倍到。咁但係呢一張圖咧就未 show 到，因為冇呢個數據。咁啊喺呢度同大家更正翻咧，唔好意思啦，一個少少嘅錯誤。咁啊希望大家見諒嘅。